中油高雄南亚溪炼油厂2015年迁走，迄块地即阵是台积电进驻。即阵市府是规划要伫咧较早炼油厂处理废水的所在设一个水资源中心。今仔日下晡，就经协局开说明会，说互当地居民抗议讲，这水资源中心根本就是台积电的废水处理厂。 啊！你今日你甲做淡遮，你啥咱毋做半边山？李明愈讲愈大声，因为实在是袂堪入去，真无简单。中油炼油厂所走啊，即摆台积电入来，原地中油污水处理厂又搁要用来处理台积电的污水，而且毋管是计划也是做宽屏，当地李明讲拢无接到通知，因真惊臭味甲污染会搁再出现。污水处理厂伫遐，原地边仔拢无人住，设伫遐，哦，结果呢？ 你这个设污水处就设底下，讲实在啊，选址错非常的严重的错误啊！你就是个笨蛋。大家来沟通，大家来用，互里面会当大家拢了解，哦，无问题，较来做。啊，你今日毋是你已经定案啦？你讲环评，我毋知影恁到底环评，伊个环评人员是毋是有迄项做诶无啊？经发局下晡召开说明会，里面提出真侪质疑。即摆厂区内底施工车辆来来去去，工业的正式动工敢真正有影。针对地方的质疑，市府表示，一切拢有照定序来做，里面来所有污水的处理资讯甲管理控制，拢会公开透明、严格管控，绝对袂甲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外挂。 包含水质、水量都会做24小时的监测，并且呢放到网络上，以及我们会设置相关的这个看板到这个李明所建议的一个地点。那此外呢，在未来的专管的部分，我们也会额外增加从管前到管末端都会增加压力监测的一个系统。因为要起的这个水资源中心离上外徛街，敢若隔一条6米的巷仔，边仔拢是社区大楼甲楼仔厝，时代背景无同，虽望市府有甲计划调整过，甲较无污染性的行政大楼刷来较外主题区这边。 不过，地方居民也是有真大的疑义。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